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仔日呢，我要来教大家介绍一本特刊《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》。娃娃 TV。台文通信这本杂志是1991年7月第梁公先生伫美国洛杉矶创办的全台文刊物，是现主是全世界也有咧发行的台文刊物时间上久长的，嘛是影响力上大的，会当讲是近代台语文运动上重要的一份刊物。台文通信规本杂志拢是用汉语甲罗马语的方式落去书写的。伊当初创刊的目的，主要是为了要互面临着灭种危机的台语文，会当来继续延续伊的香火。所以这份台文通信就是来扮演一个会诊的角色，互大家有一个所在会当写台文、看台文、研究、学习台文、推广、传承台语文。台文通信内底的文章有足侪款的，有文学性、学术性、报道性、评论性、人物访问甲专题访问等等的内容。这摆的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是一本上赞的台文入门册，内底有收录着台文通信运动的历史、早期文章、作者选集、参与者30档的回顾，甲台文通信早期的原稿、台文作家的手稿等等的内容，是一本足有意义的册。伊无代表任何单位，完全是民间志工家己组成发起的，所以为着要互伊会当顺利的发行，伫印刷这方面呢，需要你我的帮助。即马伫泽泽有一个募款的计划，大家会当捐钱，用行动买一本也是几本册来帮助这本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的出版。即马有几种方案会当互大家来选择。你会当贡献一点点的心意，捐台票200块来赞助，这会当得到一张电子的感谢批。你若是想要用行动来买册支持，嘛有3种方案会当选。台票612块会当得到一本册加一组限定的礼物。台票1734块会当得到3本册加3组限定的礼物。台票5100块会当得到10本册加10组限定的礼物。另外咧，阁有1991典装版方案，只要台票1991块，就会当得到2本册加6项典装版纪念品哦。你若是单纯想要捐钱赞助印刷，嘛是会使，只有2个方案会当选，一个是台票2040赞助印3本。另外一个是台票6800赞助印10本，选择这2个方案嘛会当得到一张电子的感谢批哦。详细的内容呢，大家会当家己去网站内底看卖哦。我会甲网站的链接放伫下骹说明栏甲老话区的顶悬，大家爱注意去看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有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咧，莫去把起赞搁爱分享出去。未订阅的观众朋友咧，嘛爱袂记把起只订阅咧，可以碰壁小铃铛，安尼才能收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咧，嘛爱袂记Lisa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 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把 follow 一只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